主后2026年7月1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甲常结明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梁记下卷第3章第19到2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梁记下卷第3章。犹大王约沙法18年，亚哈的囝约荷兰伫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12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毋过无亲像伊的爸母所做遐尼歹，因为伊有将伊的老爸所做巴力的雕像除去。抑搁伊甲尼八的囝耶罗波安共款，互以色列人陷落罪，拢无停止。摩押王米沙饲真侪羊，捌用10万只羊仔、10万只绵羊港的门，向以色列王进贡。亚哈死了后，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。迄时，约荷兰王对撒玛利亚出发，调集以色列军兵。同时，伊嘛派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讲：摩押王背叛我，你敢要甲我做伙去攻打摩押？约沙法讲：我愿意甲你做伙去。我的就是你的，我的人民就是你的人民，我的马就是你的马。但咱要对倒一条路去攻打？约荷兰讲：对以东旷野的路。以色列王甲犹大王以及以东王做伙出发，因坐一大日行7日的路站，军队甲底因的精生无水通啉。以色列王讲：惨啊！上主自集咱三个王，原来是要将咱交伫摩押人的手。约沙法讲：这减无上主的先知，互咱通请问上主。以色列王一个人神应讲：以前底服侍以利亚、沙法的囝以利沙伫遮。约沙法讲：伊一定有上主的话。以色列王约沙法甲以东王就落去见伊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讲：我甲你有甚物关系？你去找恁老爸老母的先知。以色列王甲伊讲：莫安尼讲，上主自集阮三个王，是要将阮交伫摩押人的手是无？以利沙讲：我记我所侍奉永活的上主万军的统帅咒诅，我若毋是尊重犹大王约沙法，就毋见你，毋插你。但着甲我叫一个琴师来遮。琴师弹的时，上主的气力临到以利沙，伊就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恁着伫即个山谷逐所在乌交。因为上主安尼讲，虽然恁无看见风，无看见雨，抑搁即个山谷要有水满满，通互恁甲恁的牛羊、精生啉。即个事对上主来讲还是小事，伊要搁将摩押人交伫恁的手。恁要攻破因逐个坚固的城甲水的城，插逐丛好的果子树，拆掉拢总的水泉，用石头毁坏所有好的田园。过早起献祭时，忽然有水对以东流来，逐所在有水满满。摩押人听到即三个王上来，要甲因交战，所有会当举武器的，对老到少年，拢来边界防守。过早起，因早早起来，日头照伫水面，因对远远看，水红亲像血。摩押人就讲：规个拢是血，遐个王互相攻击，一定拢死啊！摩押人啊，咱着来去抢战利品。摩押人来到以色列的军营，
以色列人起来攻击因，因就逃走。以色列人追杀因，毁坏因的城，用石头涂满所有好的残垣，踢掉拢总的水泉，割错因逐丛好的果子树。只有剩坚硬较热色的石墙，献石的兵四围攻击这个城。摩押王看到交战对伊不利，就带700个举刀的兵要冲出包围，去叙利亚王遐，毋过无法度。伊就将要杀食伊做王的大囝，伫城顶献做烧化祭。有大受气临到以色列，迄3个王就离开摩押，倒去因本国。甲闪结盟，这是一场复杂的军事联盟。北国以色列王约荷兰面对摩押的背叛，邀请南国犹大王约沙法共同出兵。约荷兰虽然移除先王所立的法律条项，显示某种程度的宗教改革，毋过伊犹原安然掠条早时歹王互以色列陷入罪中的遐个罪。即种半桶仔的改革，反映出伊内心深处并无真正归向上帝。若是约沙法，伊对约荷兰的回应，和先前甲亚哈王结盟的时差不多一字无差。过去伊答应做伙去攻打叙利亚的时，捌谨慎要求先求问上帝，毋过现在却袂记得即个属灵原则，显示伊伫属灵判断的无头神。直到联军伫旷野陷入欠水的危机，约沙法才想起爱找求上帝的旨意。即种属灵无头神，往往发生伫咱甲无敬虔的人，也是环境密切接触的时。约沙法甲北国王室的联盟，可能削弱伊的属灵敏感度。当咱过度投入世俗的关系、工作也是政治考量的时，属灵警觉性也会降低。当危机出现，约荷兰的反应充满讽刺。惨啊！上主就一咱3个王，原来是要将咱交伫摩押人的手。伊家己发起战争，却甲遭遇到的困境归咎伫上帝，一丝仔也毋反省家己的悖逆。即种推卸责任的态度，拄好是伊属灵光景的真实写照。伊丽莎先知的出现，诚做转折点。伊对以色列王的态度充满敌意，讽刺地建议伊去找伊爸母的先知，也就是巴力的先知。伊丽莎明确讲：我若毋是尊重犹大王约沙法，就毋见你，毋插你。这显示上帝帮赞是有条件的，毋是基于约荷兰的公德，是基于约沙法的相对公义。毋过，就算约沙法是相对公义的王，伊甲邪恶王室的联盟，也显示伊的属灵判断力有问题。因为安尼，上帝拯救是部分的，是有限的。新约虽然解决眼前危机，军事行动也按照预言展开，但是最终摩押王献大囝做烧化祭，却互以色列人非常惊吓，互联军撤退。针对台湾现在的处境，这段经文特别提醒咱伫面对政治现实和国际关系的时，需要保持属灵的警醒和
分辨力。咱可能因为当文当政、经济利益也是安全考量，煞甲价值观无共的势力结盟。但是咱必须问，这联盟是毋是会妥协咱的信仰核心？是毋是会削弱咱的属灵敏感度？约沙法的经历警告咱，甲社会势力的妥协和联盟，就算出于政治也是经济考量，最终拢会带来属灵的伤害。咱的首要忠诚是对上帝，毋是对任何人也是组织。伫做重要决定以前，咱需要先找求上帝引带，毋是等到危机出现才想到上帝。默想，当我需要找求合作的时，是毋是先找求上帝引带？我的选择是基于信仰原则，还是现实利益？我安怎伫政治现实中保持立场？当我需要找求合作的时，是毋是先找求上帝的引带？我的选择是基于信仰原则，还是现实利益？我安怎伫政治现实中持守信仰的立场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赐予我属灵的分辨力，伫咧做决定以前，先找求你的引带，互我袂因为现实压力就轻看信仰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